了这个疫情慢慢平稳，行政院嘛来宣布边境稳健解封，迈向着正常的生活。指挥中心按算10月13号开始，要把入境的居家检疫改做0+7天。0就是唔免过来隔离，只要做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。也毋过喙暗爱阁继续来挂，这个喙暗就爱挂到啥物时阵呢？指挥官王必成讲也咧讨论，若是疫情稳定继续来流行，上紧11月就会先来检讨着挂喙暗的方式，居家隔离甲通报的方式，嘛会检讨解除。蓝色的、青色的、橘色的，也有彩色的，出门挂喙暗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，是清采一部分，嘛是遵守疫情的规定。什么时阵会使莫挂喙暗，互人看清楚你的面，知影别人生做啥款？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成讲，11月份真有机会。专家讲，疫情莫遐严重的时，出门就免拢挂喙暗。你如果在比较郊外或在公园里，旁边都没有人，你就可以不用戴口罩啊。在冬天的时候呢，事实上是还有所谓的肠胃炎，还有所谓的这个流感，像是大型的聚会，或者是公共交通运输或者是这个餐厅用餐的地方，在11月还是先维持口罩准备要解封的项目，就来讲出外免拢挂喙暗，干那室内场所甲真侪人集中的所在，才强制挂喙暗。未来，甲确诊者带做伙亲人居家隔离，拢改做0+7；确诊者隔离的措施是7+7，改做7+0。好后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，会使确保伫社交距离下去餐厅食饭。确诊者通报介为高风险，也是中重症者通报，甚至不排除将新冠疫情的法定分类降为第4级。因为医生提醒讲，这防疫措施确实会使伫疫情较回时慢慢的开放，伊毋过防范病毒袂使放松。找一些定点实验室来做一些定期的一些筛查这些叫做雷达的工作。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会建议指挥中心反而要能够适度的加强。一有新的疫情一来的时候，才能早期侦测。除了政府相关措施，佫强调讲要注意放射，也毋过听讲有350万剂疫苗要到期啊，要隆重消费。医生建议讲会使鼓励民众注意放射，也是捐到医院无预防射的国家做国民外交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